2点钟的米丝啊，4点钟的米丝啊，这种东西啊，偏饮偏唔动的啊，炭火慢焙时间啦，讲嘛我同时的米丝啊，要么出来，看起来越简单的东西哦，其实要花越多的时间去做啊，你要出去录音给它传下来啊。你要是退休了，敢咁做啊？都种到菜啊，种菜当快乐啊！唔过了，只数按奖。从前唔要做啊，你要让慢慢的学习，从下10多年呢，当日见面，人家冇看到就当唔惯啦。每一天都穿太前啦，现在就快乐就好啊。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强凉多，后每爱哭过一天。日下小满，雨下线，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梦里望，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人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春天要结束。季节交换嘅时节，南庄就像係空地也拍攝攝嘅油桐花山那地度，等待愛來開發嘅室外陶園共用。啲倆山上地度，還空地有當豐富嘅物產，還有彩體嘅人物。今日就聽到民族跳下來啲情況啊，都帶嚟到位嘅有乜嘅秘密料理呢？來哩！南莊市路頭擺按到南莊，係因為啲較早開發嘅田園莊南片，真有陰陽嘅。總站過後改做南莊鄉，鄉內嘅族群多元，除咗客家人，還有福建人、水下族、泰雅族，將係山上地度嘅太陽路，和諧嘅融合出豐富嘅文化色彩，打造出來一市場，前面係愛體育場嘅好料。这个是什么？那个猪油火锅，为什么楼下嘅蹦中條路一翻有蹦蹦蹦啊？是它有水分在里面嗎？錯。而且看到已經很流氓咯誒。要凍嘢的。要凍嘢哦，凍嘢要用泡啊。對啊。你們知道嗎？現在是看不到裡面發生什麼事誒，人家說麵全部都會泡誒，你為什麼不規包嘅倒落去就好誒？哦，該會沖包產水哦。唔該，會沖包產哦。像核彈那樣子哦，對，我爆炸哦。我爆炸哦，你到尾係買酒啊，甲幾多點要開始來準備？我卡3點半後4點就到了。3點半就要烘頭誒，佢說當年有對酒有賣下豬冇？有賣豆豬冇？有，冇就冇賣啦。哦，而且我看到你完全速度冇停下來耶。要停是會破手啦啦。哦，真勁哦，我可以來試試看嗎？可以。雖然這個很危險哦，這個真的很危險，對不對？唔會啦。我好害怕，跟當中孟婆湯嗶啵啵啵。冇停哦。哎呦，真的會噴人呢！大哥不要走，不要走！哎呀，給煮誒，那叫做得用啊？要。我不敢用，其實好，跟它很高溫呢。愛做出好米線，背後仲係愛付出動態嘅代價。但像係破一波油葱，就會從發起用嘅同耐心嘅重點啲太波順行，鹽菜汗水擔流，大插薄啲當不滾嘅小油。蒙太哥幾下年來都係共用，就味到本人前面嘅素香。這種麵啊，不能煮太軟，
也不能煮太硬。对对对。那你怎么看？要花时间，要去看，因为经验嘛。要经验。对。啊，这个面也是自己做的吗？没有，这是南庄，也是南庄在地的就对了。对对对。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压着是不是？压着一下子，压着一下子，然后这样吧，我都放慢速度差不多。而且大姐，我发现旁边还有放很多大骨啊、猪小肠这样子。对，那可以做高汤的。哦，啊，这样可以了吗？再一下子给它动一下。你有算过几秒吗？没有，要看面的柔软度。你这样看得出来哦？可以啊，因为我做比较久啊。好，那我是不是先来盛碗？好，可以。像你知道刚才大姐做的时候，平均一碗做不到10秒钟哎。因为它是熟的面。哦，买回来就已经有通锅的面，都锅的面，所以很快是不是？那要先加油葱。要先加油葱酥，好，好香哦！而且它那个冰糖的锅还有很开香哎，它加这个勾勾了，对不对？对。哦，这真的料很丰富哎，难怪大家要来吃这碗热食料嘅，吃完就很有体力了哈。对啊。粗糠的面，放入插插嘅油葱酥，前面個淋上小碌碌嘅羹，南莊蔡天然流傳當久嘅蕎蕎面，仲真好食咧。金色色嘅羹，像係太面嘅舒服神，冷冷嘅包啲太面嘅腦杯，香味四散，但搶皮到就開熱，後冷水咕咕吞了。泰國太子剛剛看人家就無限起來啊，正經嘅頭皮衝大陣用誒，3點半就烘起來耶，做到2下了8、9點了。1點哦。真的，難怪我看你都沒有精神，要不要吃？哦，謝謝你先用。好，來品嘗蔡天你一定會吃得來勾勾麵哦，先吃一口麵好了哦。懂色有色到，我才碰到一口就覺得很好吃的，被它電到了，而且。這個麵啊，入邊叫高車的拐香菇酥，裡邊都凍巴的呢。那個油蔥啊，被它加了好多分哦，好香。而且一般啊，吃到那個油蔥啊，吼，也會有一些嗰種粗油煲的米絲，這個完全係香味，而且還有裡面係落定嘅豬油去泡嘅，不說豬油本身就當香啊呢。所以大哥，我在誇獎你耶，你的油蔥炸得好。因為我只會炸油蔥啊。你都要特別就附近泡下個油蔥酥，對不對？對。好，來吃這個蛙雞哈。那是魚漿做的。魚漿做的，是不是？糖出手，這樣用當小彈，而且啊，食得到叫做嘅起甜味都要倒閉誒。蔡天你都要倒閉誒，看到好多人來吃哦。聽說這邊啊有一個稱號。說回到這邊一定要吃這個才算有回來，是不是？從來用嘅鹽田啊，大部分是亞美麵胎。哦。好多茴香麵啊，是轉來南莊在食的麵啊。真嘅。你是這樣講啊？啊，你細細個聽你媽媽做嗎？冇。啊，你有冇學會背咧？我冇學，所以我要打油蟲啲啦，從嚟我冇學到啊。這個勾勾麵底肚的靈魂啊，真的就係那個油蔥酥誒。哎呦，按用的米頭裝係讓媽媽調白的米頭吧。係。喺個廚料會泡一個油蔥酥，應該也還會做嘛該嗎？還會啊，常常會跟客人講說，對不起啦，不好意思啊，謝謝這樣子，一天都講好多遍。哎，有禮貌哦，不要被客人罵怕了啊。敬語要先講到頭前，哎呀，喺做調解人懂重要嘅一種，算是學問跟修養誒。因為啲下所以話咩定義叫。有的人會發火啊！你講銀行太多係嗎？係啊，按將心比心，基本一碗麵咧，向我電飯量做很遠咯。你是因為被罵怕，還是學問？環境造成的，環境造成的。講得很委屈一樣。真的環境造成，啊，做到這一行也沒辦法，因為是媽媽留下來的。而家有上要做其他一條路就抽嘅。該兩種係都業餘啊。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回來賣麵。你們做唔敢麵嗎？唔會啦，我媽做將近40年，我是想說交到我手裡，不要把它做壞就好了，然後把我的責任盡了，一接賺了。哦。不過現在身體也不好，那都衰了呢。我說啲啊，對你嚟講做一碗麵，就會講當初老媽媽嘅一個精神啊，精神必須傳下去啊。
状态之人味，除了口味以外，最重要嘅就是爱想到人客嘅心。喺講時間來種嘅，佢還冇能愛本人客調皮皮糖鬧也唔鬧，睇面軟也硬，還冇記得熟悉人客嘅實性，也種疊性嘅小暖，還可體現嘅市場之間嘅人情。實體嚟轉向面，行入到南莊路街，沙丁橋下來品嘗菜地古老嘅黃金歲月，揭開歷史嘅密碼。阿妹有錢是上妹家，你大攤仔人有錢是上酒家。4人年台、5人年台吼，是安尼個大攤仔吼，最多人家哈，就像安尼糾紛啊，安老旁，當時南莊吼有25000人殺，全盛時期啊，最多啊，安尼全台產量508公噸，佢條川海錢是一般做其他事業嘅人吼。度假當多錢，一部分佢轉去屋下做家用，其他都用到安尼個南莊嘅酒家啦、茶店的啦。真嘅？真是啦！呀，真嘅都黑金產業村了。竹炭粉末包到底都也真嘅冇按過，而且大姐你要做5型呢，伊啲顏色我就已經做到按有強不會掉的，迄做5種色。要做1天，我可能休3天哦。它較方便做儀器。你有機器是不是？對啊。早說。我有攪拌機。真是啦！呀，真嘅都黑金產業村了誒。古時候呢，南莊頭髮水，賺錢唔過烏沙水。啊，原來還有按樣嘅講法咯。係啊！你行啊行哦，行到安尼100多年的老郵局誒。哇，已經超過20世紀哦。按都好嘅咩你休息。係啊。就平常是有開放本大家來參觀的啊。有，記錄半夜聊天天呢，在黑金歲月的時候，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呢，我們大攤仔人啊，叫佢寄錢轉去吼，結天愛來掠，愛賭金愛來掠。嗰時候就像一種匯兌的功能就做嘅。係啊，掠吼，你老郵局啊，就存到吼，你要寫明信片啊，吼，還有買到紀念品啊，吼。等下你行出去哦，行到夜夜呢，看到月果，當個個話陣哦，喺德川家徽呢。哦，哇，真勁哦！等嚟你看下呢。沙灘老南莊嘅發展關係當真，頭擺為了兩隻山上打下嘅當好嘅經濟基礎，無個月沙灘過後，南莊就跌下來咧。一直到10多年前，因為流行國民旅行，將帶動嘅莊客開發嘅風潮。其中最有名嘅就像係南莊老街，除咗年代嘅老店嘅，最近客家店嘅當道嘅店嘅，空地老街慢慢嘅紅嘅度，韓國倆種對當道嘅店嘅地度，還有乜嘅特色嘅名聲呢？你看啊，我想到呀，大邊還有一樣嘅東西耶！哇，還有人都喺小潮做東西，應該哇，一東香誒！條家請問一下，也都係做乜嘅？哦，佢做綠糖匙嘅糖水啊。哦，就像牛溫水嘅烏糖水嘅咯，而且老薑嘛，這香煙呢。而家還有做餅的哦。哦，還有做餅的哦，咁做得到，我就叫我烘我誒。做得啦，我不用你後尾準備咧，等下唔做你嚟學。好啊，我最近你問佢啊，綠糖匙，佢係用嚟做。太子你好，安排先，家條家講係七點日來講。然後學做一個綠糖匙，你下都備料係冇？係啊。啊，看準備叫埋兩棟多誒，兩棟按頭落去哦。每一天呢，如果可以特別來一個腳嘛嚇，拉土冇圈樣，所以我變落去腳嘛就每一天一樣。哦，要拌就做誒，而且家條家講一個綠糖匙啊，牛溫水吼，一般都是寫為一道嘢有賣餅的啊。係啊，我哋不止做餅呢，還有拌5種顏色。佢一定看起來東江東上顏色的。係啊，你喺山上看迄5種顏色都咁繽紛，就較好食，又較好食餅呢。哦呵，較上癮啊。較上癮。哎呀，做老天數嘛冇？
其实我俩切的差不多啊，后边有煮一锅差不多2个小时的姜汁，你做10块哎。这要分2点钟啊！系啊系太啊。花时间了吧？对啊，最后慢慢的它的辣度才会出来啊。哇，一批阿豆就懂了的姜麻的香味都对了。啊，懂辣咯。有些少哎。啊，好辣！而且我刚才不小心喷到鼻孔、鼻子里面去，好呛哦！对啊，一定要这居然把那个。还叫我吃姜片，要懂得吧？哎呀，懂辣咯。哎呦，安辣嘞！系啊，因为我老给辣度煮出了，跟你说嘛，也已经迄算迄较辣的姜麻，还要煮到2点钟啊！因为我是用宝山的黑糖，无糖的我再炒过，香气要较纯。还要再炒过。嗨，那个糖度会把辣度给中和掉，所以一定要老跟辣度煮出来。那你就冇标按都同就好的啊。冇不用都糖唔会香啊。哦，迄调度冇去。故说你要比例其实有调过，啊，不过姜麻要部分迄大白要来斟酌的，斟酌，是不是？对对。甲像按样的做法，迄慢人教的。黑牙婆，黑牙婆教我来的话，因为以前不考有私甜的，啊，有时候做的够无的时间，做的做了就好点心嘛。哇，头摆年就会是个米奇木啊，然后糍粑的啊，绿糖糍啊，系啊，对对，不是好。老文好嘅姜麻片留起来，啲就过后，沙丁豆人不同款，向下搅炒，炒出个香香嘅米线。睇几个，为了爱完整保留吃这一道菜对阿婆嘅美食记忆，除得坚持用料当食材，应该爱试睇嘅时间就行下做唔得缺少，只有实实菜菜嘅做，漳州的变出大家思念嘅米线。咁样嘅係乜嘅？对，还有养生竹炭，竹炭，对，竹炭粉，抹茶、绿茶粉，绿茶粉，也个咧甜菜根，甜菜根哦嘿，也个那还是姜黄，姜黄，全部都会甜点，很刚才懂孔天的吃不的，也个竹炭的，我可不可以来用看？做的没有用过哎。好啊，现在切开了，然后老粉不用中间，慢慢的切，好就做带嘞，往前再推，哦，冇玩过呢。系啊。以前黑总门用素啦，你还有妈，不手手哎，这个好洗吗？好洗啊，好洗哈。像这么的用个墨鱼粉来推理吗？因为墨鱼粉感觉有个腥味，海的味道。对对对，竹炭没有味道，嗯，哦，含黑色都都神奇啊。嘿，佢们黑色都糯米的香气啊，用嘿。竹炭粉不然饱都底都也真给冇按过哎，而且大姐你要做5型呢，伊的颜色啊就已经做到按钮。有看不会掉的，迄种5种色，该做1天，我可能休3天哦。然后较方便这种机器你有打。机器是不是？对啊。早说。我有搅拌机。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老天然色彩嘅粉，圆圆深入到拌菜底度，本年蛋米拍，青泥也到香料嘅食材，沙丁浓盐特别，东岸个浸出一个煲，西柚等人下嘅牛温水就好食了。做好嘅也嘅牛温水，就捞几병入到滾水底度，烚熟就做得流起來。撒過來，鮮水嘅牆邊，細細滾落下來，個淋上濃濃嘅烏糖姜麻糖，食材上嘅羊皮就撈幾絲落在去。哇塞，如果香港愛香嘅嗰度做嘛嘅，竟然變出按澎湃嘅東西來搶啊！煮那個黑糖姜汁，一個禮拜要煮100，真嘅今日就不能煮多。剛才真嘅當好菜。哦，等下噴食吼，實在會食，你還是藍的就唔好食了你有沒哦。有點解都會香嘛嘅？哎，我超想吃。誰會是那樣的是白呢？太半夜係冇？哎，了解太半夜，客家太半夜。好，我來吃看咯。你看。好吃會甜死吼。真係好真會甜死耶！你看下地圖嘅料，有啲包裝誒，真嘅有到皮薄料多啊呢。還講啊，地圖用蘿蔔絲啊、豆腐乾啊，還有那個蝦皮包香誒，這就是清正統嘅客家米線，就是你說的阿婆的味道，對不對？對啊，老人家老時候的味道啦。食到一種湯頭啊，是有到客家中食得到，攞一個快菜啊，一種包香過後來煮的，這完全就是用
食材去调出来的味道，对不对？对汤头啊都要给太半夜，全部会正统给它嘎咪啊呢。好，那换来吃这个喽！我都期待这个，期待超久了。那先来吃以后呀个变水的部分。哦，真紧呢，啊煮2点钟才有安样米汤。安样都强米做唔会辣，唔会。用没讲呢，俺老公讲，就是要去姜嘛，因为刚刚油先煮够2点钟，熬出它的姜的辣味的时候，故说给梧桐啊，老给姜的辣味不会互相的被抵压掉，是互相融合的浓度好安呢。刚刚俺都会想讲要给竹炭的麻糬，7、8唔就变种用了，我来吃吃看。哇哦！然后刚刚一咬下去过后，大家就发现到，它这个因为是做冰的，故说给唔会甜稀耶。一般来讲啊，是那种牛温水，在小小的外头像7、8样甜稀。可是这个时候还有个 QQ 牙齿动就还会弹起来用啊。而且大姐，你刚才是不是吩咐我一定要吃这个姜片？好。那姜嘛，唔会辣嘞，唔会辣，而且变得好脆哦。这种做顺用的，很好食。那要用请麻麻烦了，那天数加10个。八公都很八公。你真爱呀！我还面子厉害。很棒啦，可是爱做农药的说，把农民的辛苦。哎呦，你们总该做主持人的辛苦哦。哎呀，唔会辣嘞，唔会辣，而且变得好脆哦。这种做顺用的，很好食。大姐，我很好奇，那个头摆牙婆都是煮这给你吃，可是头摆整摆按辛苦，给我按用的好吃哦。以前的农业时代，他们都是用米去做一些变化。对，所以以前的农忙时期就会都同期啦、米期末那条全部会拍摄的呀。有全部会拍摄的，开起来就无按到变化，慢冇做本的啦。来说它夹，我种头过你吃太半夜年节是半夜的吧？哦，豆工啊，那包一包满，他赶紧就上忙啊。4天过无，实地会弄在演其他货来，就是糖水温温，实在做本人，本工人做些实在是呀，所以你也清夹呀，所以变化出来的。几时节迄食饱的，也迄食欢喜的，食创意的。可是泰国你头按讲的姑娘，家有看到牙婆冇？有啊。有，故说你们第一件迄样的做就做嘞。错。哦，咁你细细家牙婆呀，牙妈妈有安样？没有安尼做啊，迄家客家人的点心嘛，跟着全部会做出来吃的。米食文化，迄客家嘅饮食文化地都青春又会推表，可是要找到那一种古早嘅纯正的客家米线冇按过耶。系啊。你像之前有一阵人啊，老伯诶，佢当年纪头8、9、10岁啊，佢来洗一碗诶，洗来吼，洗得当好食，洗来係讲。其实佢了有电动的每个名，那佢就记唔起来。佢说咧吼，佢老家每个一家包一碗在半夜未说。佢每谈到吼木质人的，因为佢妈妈已经无菜嘅，佢安想到佢包一碗在半夜不用说啦。佢每大概木质人的，还会行人出去啊。然后很有那种味道的老味道。真嘅呢，佢人家讲一个故事，佢对只阿公可能佢对当多事情已经听不用听咧，啊，不过佢对那种米线，佢就请到好像勾起他的回忆这样子。哦，糖豆不那种当搭戏。是。有人讲时间会带走记忆，不过料理实做在老夜份时间珍藏起来。特别是到充盈重现的头摆甜美的时光，两份古早年代米线的美好，伫陈太子老王太哥用心的料理过程地度，完整的保留下来，分享本大家怀旧的精神人。体验的南庄菜天的美食，沙丁就让我乡下边高山、前地高海拔的中南地度，菜天清甜滋润的体验。
尾来啊，差不多已经有1200公尺高诶，规路的上来甲路都唔要动平。眼看那顺风啊，全部都是贵族诶，应该就都投钱，唔会挑烟呢。多给，哎，廖大哥，哎廖大哥，哎，按走，安怎？拿来老五天，叫他澳洲水，你啊，这要怎么上去？你还叫我点没上来哦？用阿美吗？太晚了，哎，东走是吗？哇，大哥，哎，难去嘞，嘿嘛，叫来。来。沿路上来全部都是那个贵族书呐。嘿嘿。我单枪哦，你上来个哈，就谈讲已经到1200公尺。有行家这个去上来，你到尾都在几高诶？那边差不多1250公尺。哇！廖生贤太高，南庄菜地客家人，从贵族村其他人呢，仲拿像係太高綠色嘅木卡，意思一代仲拿肉體嘅兩個聲音呢，同到太空，見證呢做嘅產業發展嘅過程。一下做嘅產業無好講見呢，貴族村就變咗重要嘅經濟作物。個種到安高嘅地步，安樣單槍係看他手藝，安樣外國自茶，安樣。安樣嘅菜蔬啊？蔬啊，較3萬條呀，切啦。較3萬。係啦，切啦。你準備好未？係冇啊？準備好咧，本主要把咧吼，主要說伊都做圓度方吼，伊都做圓度方，因為伊要摘東西嘅時間用看模仿片，用把吼，用把在呢，摘好嘅時間，熟水不用落去不去，好，印摘、印把、印行。哈，你看佢講到咁多，就意思係講，因為加上工嘅。係啦，3萬條。一個。對，全部都準備好晒。可是啊，你還要再上去嗎？我看下到邊已經動到菜嘅呢。哦，一定愛熬嘛。要較近哦，按鹹滷筍吼，按打水面上來熬。哦。按熬嘅呢，按先蛋糕先熬得下來，冇按嘢咧熬得上去，其他上去拔得上去，要拔得下來按。按冇按用啊？嘿嘿。我都上唔得啊。你都上唔得啊？我上唔得到邊熬。上唔得啊？啊個竹筍蛋，你切拔下來哦。我有試茶嘅呢。有試茶，試茶都滷筍啊。好啦，好啦。平常熬貴族筍都係啲打造時間，現陣早晨嘅水氣較少，竹筍較稚嫩，行過早晨會送到農地嘅家私較好。另外，為了適應山區天氣較起，種貴族筍嘅農民會用自身型嘅路來熬貴族筍，對山當熬講下。哎，多忙啊！哦，做得嚟啦。可以啊，是。哎，你有筍的啊？哎，有筍。很多哦。而且，你看我要這樣扶着，因為要懂點。看那高一，這些都是哎，全部都做着熬的嘛。全部做熬啊，兩片玉器來。兩片玉器，哎呦，很等哦。好。米來等吼，它有軟嘛哈。軟的當中差不多都要剪。很軟的地方，很硬的地方算硬，好，算它剁下去哈。哎，這大宋的嘞。cái ngang ngang à, cái mồ hào à, cái tóc hành thiong tròn, cho sọc cái happy. Nhìn nhau mới chỉ hay sọc tóc cái à? Kỷ niệm, ở kỷ niệm, anh mỹ sẽ là tóc tiệm 12, anh lại đi, nhưng mà, thấy đâu mà, anh bóc khai lại mà. Đi cái, wow. Anh hiền ha, anh số hồi à? 就是你刚有看到吗？因為要偏側，兩木，一木兩木。牆要兩木。下去是牆嘅，好，拿得。好，我削嘅大下半看，也係硬嘅，硬落，我強嘅嘛，你看到冇空樣嘛？哦呀，做唔得咧，也就係這樣嘅做嘅咧。做到做空樣啊，二位數咬唔落個，係私人個。咁啱咧，係啊。OK，所以也嘅係路嘅，佢以為順嘅嗬，農非咱數到3冇問題，平平安尼用做嗬，或者就嘢樣顧下去割一下做一下，你講多解木，係咪加個重量？同樣一講，高一安步就上一木，這是一種1米大1寸的概念嗎？竹筍上堂夾，一安步吼上個16公分，真勁冇問題，當上個時間。那對佢產出頭來，都佢上到做熬，差唔多幾多年？爭到那樣產出來嘅時間吼，都做熬3月以內做熬嘅，3月技術做得上到差唔多92公分。真的哦，所以1月啊，一安步啊，做差唔多上個16公分。這成條大做料，啊，個船不將上嘅筍嘅，哦，較嫩較幼，品質較好，價錢會較高。下豬頭摘嘅吼，
温度较高诶，无安暖的。啊，水分脱的时间要较夹，所以讲它品质也无安好。为了要买到好的家私，嘿还要动作好起来。系啊，唔免讲有做就好哦，还要动作开始做诶。系啊，你像你7点钟是上班的。好啦，系啊，无安尼。应该配好的啦。好咧，无你那用天拗着诶。你要用请我麻烦哦，那天数加十个。八公都按八公。你天爱啊！我本来面子厉害。我用讲啦，其实爱做农业的说把农民的辛苦。哎呦，你唔知做该做主持人的辛苦。哎呀，好来。了太哥讲，南庄嘅贵族孙，单单啲高海拔嘅山區，天時比山下較冷，溫度差當多。古時候族孫嘅香味較幼嫩，上頭咪較笨，山區咪比平陽較慢。另外，仲拿太陽嘅2到3年來整理一擺，因為族嘅上頭太多會影響族孫嘅成長。古時候啲山區會結束嘅時節，都太多會族嘅。应该讲啊，做个吼，60年100年应该冇问题。哇！但是俺要维持，俺要杂顺的吼，韩国要维持行到种个行个顺的算量吼，俺来减法，啊比竹笋有空间好生啊。就是像是我们蔬果一样。对，竹叶啊，跳咩啦？竹笋咧生唔起来的话吼，佢会自然淘汰会开花。哦。嘿，我提早竹叶的数量，我嗰种啊。也会开花哦。哎，对。竹个花上了用板啊。像磨穿一样哎。磨酸，有点像磨穿来，一穿下来一点啥。竹个开花的话，表示讲个竹个数量会开始会磨起来。哦，佢可能佢开花，所有植物啦，佢开花几多嘛，繁殖也害它。你竹叶开花的时候，表示你批的竹个吼，就磨好起来。哦。迄个磨法土的话吼，变成重新个竹叶飞它重新种高。哇，真劲哦！表示安伊是磨树叶呗。哦，伊迄讲真劲倒脱咧，开花诶，死脱咧，用老几全部产品吗？主要伊来做个做全部倒脱清开来，哈，佢刺样会上做个。你讲用加盐去上吼，跳慢。所以讲伊要用做个去落来做扦插的方式来做转移。哦，再个重新来种高啊。系。好啊，甲来继续来熬竹笋诶。好。好不好？无呀，咱熬叽叽的天天，了解无好食到诶。好来。天天太高安用客上天下，真经本爱体会到农民嘅辛苦。除咗我意思老田工嘅上树，係講無付出汗水，唔是想要有好食。為了照顧農民，南莊農會成立了貴族筍加工廠，用保證嘅家私來輸竹筍哦。哇，你有冇很多了？係啊，你下很酸嗰個米餅了。天哪，我剛剛真拗幾幾我就已經腰強背掉誒，這樣一籃要幾多斤啊？你下差不多500斤，將喺度啊吼。三大嚟講嘅量公婆嚟講啊，吼，佢3萬嘅營業叫做熬到500斤。真的假的？我剛剛才拍出熬5斤天天呢。技術問題啊，尤其係你靠山啊，吼，是靠山吃飯嘛，所以說竹筍尤其啲產期啊，吼，煮了短短的1-2年。真的，而且啊，可以了很嫩哦，你有看到嗎？尤其它趴在地方，它是乳白色的。真係，當初以前都送過啦，2木到3木就做得。哦。喺到下晝叫佢落一木，落一木落去差唔多變2木，還用加個品質啊筍嘅。家私冇按好啊。家私冇按好，因為啲筍嘅嚇，你煮來加佢叫動喺啲邊來，喺度數有檢查過嚇，安尼品質保護好，保護好啦，安尼數有調到安尼個樣嘅整嘅籠嘅。哦，用整啊。用整。哇，700看到安尼，按太輕的機器，然後佢用水吊起來，等下變到整籠底度去。像安尼木卡啊，吼，像你細木嘅沙尾啊，吼，差唔多1兩斤3點人做。對。你像安尼1000斤來講啊，吼，喺安尼用整起來整的話，差唔多45分鐘就做得。45分鐘就做得咧。因為你竹筍啊，大學嘅青島邊個啲熱見咩叫講會出黃。你就會出黃。會出黃。嗰度你哋喺先熬嘅薄荷嘅，喺你見邊冇馬上來，你要整熟來哈，都下煮幾煮黃太嚟，煮老太嚟。煮老太冇辦法食。對。本貴竹筍保持有清好口感嘅關係，就係啲兩個濕嘅高材料。農會加工廠用高溫水洗嘅方式，撈貴竹筍撈佢殺青50分鐘，但嗰個溫度將全白土，
本了笋的低度的碱水成分滴下来，以防笋的老化，保持个幼嫩的香味。哇！天哪！刚刚贴到水的竹笋，一下变都消掉一半了。哎，因为经煮软体嘞，软体嘞吼，而且这个生命完全变体嘞。刚年蛋强色的一模的蔬菜，也变做黄糊的色嘞。哎呀，一下皮到嘅香味啊，真是动香动冲那种啊，杀爆熟的味道就会安呢。抓出来贵族笋的加一种个特殊的味道。你还做的什么嘞？做的可以吃。白本身，那注意哈，那哇，好嫩哦。哎。一香菇买南庄椴木香菇，切了泡菜。泡菜哇，眼睛好吃了个。也这个做的高用迄个南庄的五足肉。又是南庄的五足肉。系啊。你是买南庄的青山美女大使？无啦。总统一起。加积水无诶，所以咱说起来叫我当甜、当姜、当生活哈，注意，爽款诶。当甜哈。好脆哦。好吃哈。而且好甜哦，当甜诶。系啊，本来啊迄做家出来贵族笋有无？较太极较喷肉。因为掠做青米饼诶，青米饼落去去上到掠变合泡，而且合泡去空中当嫩、当甜。而且年单讲讲要给竹笋，给纤维值很高。现在真的是嫩的，完全嫩呢。对。从小就天天爸爸去买澳竹笋，不卡塞，我第一次看到是这么大规模的。系啊，无按规模啊哈，你南庄这600人公顷的竹笋啊，竹园。600人公頃哦。对，所以讲无按用做加工的嘛，伊连日睇竹笋都全无的。贵竹笋的特性是熬下来过后，会继续生长变老，甜味会无脱，香味会变硬。故受南庄农会当严调嘅管理贵竹笋嘅品质，用现熬来做原料加工，上市大袋，以防发糕老变老，还卡做得保障农民嘅权益，提升人嘅收益。贵竹笋加工完成嘅过后，杀下来嚟啲青熬泥，好做料理了。头摆糖果的迄种竹笋的料理啊，文笋干啊，也系弄嘅猪脚。都带我做变化出马料理呢，来哩每还带前面熬泥，来哩都要特别。嗨，林太子，哇，本地按叫排泄。嗨，早晨啊，去熬嘅贵竹笋，跟我来让合作料理安的。不简单啦。林边鲁太子，头沿客家人，身体阿萨里，做起料理来特别嘅坚持老认真。不卡快传汤，吃些热汤木水，学到新马当地又有才情，佢做出来嘅好菜，总系本人实力会前面哦。你们水库嗰边有一鱼三吃，还有南庄嘅竹笋当好食，俺们来一笋三吃。真劲哦！他头前咧，像你啊，制作的攞佢木嘅呢南莊嘅嗰種嘅泡菜啊，豬肉來食落去。古時也就做一個容器啊呢。係。咁要送杯嚟看嫩呢？看嫩呢，你啊做得混，像個雞湯啊，拿來混當好食。公園家下，雞煲啊，我混當到菜呢咯，對不對？啊，唔過太子，還有一吃咧。只將你竹筍咧，你講啊，嗬，當嫩，肉當盤，所以講當好食，還是來。做了變化一啲的，用沙拉來。哇！我師弟講嘅綠竹筍做得拿來做冷盤，也個貴竹筍咪做得咯。真見當嫩啊，南莊嘅真做得按做啊。當嫩係冇？佢切啲咧，好安樣，就像切掉出來咪。係啦，好按切，哇，按會切咯按夾。哎呦，去米剪派啦。按樣之後咧，我佢切落落去。講我輕輕的拎那個伊就散開了耶。係啊。當嫩啊吼。係。唔敢講我用乜嘅來混啊？濕好嘅雞湯。雞湯哦。也有人用泰骨啦。做嘛唔用個雞湯塊就好誒？按用較省啊？
你用个杀个鸡吼，佮底杯冻到鸡油吼，杀起来张冻好食啦。鸡油嘿嘛，它那个就能每个种鸡精的味道，给冻在对。好，刚才是一个顺管滚刀的调节，先好势杀过来咧。你啊做来做个高肉个。高肉，要做个香肉个系嘛？好，无你先来切香菇好诶。好，一香菇咩南庄椴木香菇。有也咩菜体哦？没有，没有。哇，一个酥质的香菇，清香诶吼。低头要切成无咧？低头要做得用。低头要做得用。好哦，安娘做得无？做得。丁状的吼。系啊。你啊，阮切粒泡菜。泡菜哇，眼睛好吃两个。你自家做诶，当香。还有一批就有成年的味道。其实呀，这种泡菜啊，吼，应该说是都客家种地度，只要有长辈佢都会做，对不对？系啊，客家人当会做啊。019也好食，就像个卤菜煲腔样安尼。系，高肉迄个南庄诶五猪肉。又系南庄的五猪肉。系啊。你南庄嘛，该都有的啊。系哦。你系咩南庄的亲善美女大使？冇啦。冇咩？老高肉同香菇、泡菜两道食材都剁碎搅腔下，成一道贵族笋嘅胖港肚。沙丁冰入肚肚，整理15分钟就做得拿出来。下日出竹笋混咸菜，是唔好看见冇哦。太子太房嘅用嘅规则嘅鸡来炖，本家牛牛嘅煎法全部就掃喺啲竹笋地度咧。跟你刚刚讲嘅鸡咧？哦，都不下咧。餐厅抢来是嘞？哦，带它丢出来。像竹笋呢呢？哎，迄个鸡用夹个米听听，系嘛？皮糖听听。用夹皮糖来混。你讲清杯米浆落一个咸菜，系嘛？系啊，我哋啲南庄嘅贵族笋啊，吼，唔是混当久，8点钟啊混啊，然后佢10几出来嘅糖混好，出菜嘅时间放啲咧咸菜，硬是当江米当好食。很嫩哦。当嫩哈。当嫩诶。嗰种感觉啊，竹笋本来系一层一层的，行家用嘅椰嘅皮糖落去啊，正经本家嘅笋干切讲行家滑油安呢，地都有真嫩味嘅种皮糖嘅味丝，古说咬一下去啊，唔但像油嫩，还有爆浆嘅感觉，而且上尾加一层嘅咸菜，我切讲哎呦，我叼你嘅米口安尼。甘。酸甘酸甘的安尼，当好食。一般来讲，我老一笋干就会更稳更好食。我想到要到米的品质按好安尼，30分钟就来。慢闻到都湿脱了，还要高闻。伊讲闻出来慢湿，就已经湿脱了，还要高闻无好闻呢。系啊。啥个太前你来吃两个？哦。两个是较米节的蔬菜，对不对？佢糖都硬色咧上鹽就冇佢哦，廿隻啦，生下行較青嫩，烤滾。烤滾，呢度落一個豬肉，還有一個泡菜落去啊，哦，喺嗰種酸甘嘅米絲，本次都講種茶飯啊呢，咩至於要到邊個種咧，都是按照米節下按嫩，對不對？像你下嘟油貴竹筍收成的時間，較有按嘅講嘅，冇普通有雜塊睇啦，安尼特別流嘅啦。像講竹筍大擺出雲啊、草啊，這樣變化一啲嘅創意啊。做睇要黏黏嘅雞湯竹筍混鹹菜，兼有創意留美感嘅竹筍種。因為南莊貴竹筍特別嘅滋潤，甚至於做得做冷盤沙拉，落在鮮甜又清爽，令太子改變嚟傳統客家菜又油又鹹嘅印象。多方面嘅去試驗老創新，散漫嘅研發出又有空間又好食嘅料理。地度老鄉下聽說那些姐姐啊、大姐們是在地的人，本地嘅工作嘅基地，對不對？係啊，你互相切磋啦，研究講你菜樣嚟煮啊。鄉下來好做料理幾久嘅時間呢？20-30年了。真嘅呀，㗎？真嘅啦，我哋家政班咧，頭個都唔曉煮菜，慢慢嚟學習啊。跟安樣大家鄉下好做料理啊，從零開始學，睇下蘇強要動腔嘅吼。
偷偷唔晓做啊，你还没伊都学按究，就是有考到这个证照。按强哦，全部都有考到证照哎。系啊系啊。对完全不会做料理，到底下来还做得变到中朴实的哈，啊有没动快乐吼？系啊系啊，你大家就是乡下研究做菜啊，动快乐就吃到日日做见面啊，日日就会见面像日日亲人一冇看到样。像人当乖唔惯，佢都要带安全啊，下把做伊煮饭，伊下要人下来都下晚伊就来。就来耶。平常时迄讲了你，因为南庄也也算是观光区啊，人都加跑东都数叫来去下天数哦。全家人总统演哦。而且都好，迄都安全的，大家下面嘛就出来用下豆菜啊，也嘛介好。我说真件就会唱不卡你，点点银行啊，真的不卡实单。啊，唔过太子牙结喏，结冇掉出来，等下补出来。有很补哈，有，哦那就好。冇了死了跳仔咧。贵族孙好比春天离开之前留奔南庄嘅电路，伫林太子当站嘅数年之下，变化出一出又一出金融料理，本人在空度留有情甜，未变做南庄本爱精神嘅基业。为了本扮演经学到汉卡道嘅学问老技术，林太子接上带定扮演，参加各种演习，伫武汉嘅料理路上白白向前行。按用上帝相识嘅情感，汉卡为一份好面试，加添嘅一份手艺。来到了三名岁数嘅南庄，欣赏太子爷嘅酱，品尝蔡天人做出来嘅好料。啲传统市场地度上太子嘅肥香面，还有陈太子嘅客家绿汤匙，都係反映出阿婆古朴嘅面試。高山强菜嘅贵族顺落菜，林太子老爷菜地食材嘅美好完全发挥出来。乐天开朗嘅佢，汉卡本家嘅料理，做得啲秀丽嘅南庄飘香。我记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莊好面試，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已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多，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十半夜，四季輪迴又一年。